早起去挣钱还可以哦。来得比较早，昨天没来。今天温度26度，26度的温度。马上30度了。星期五吧，星期五都会跳。不穿那个了，哦，不是，他把衣服遮起了，不是被穿了的。2年没的那个发布啊，车上没拿过来。王未来爬得好高哦，我那上面在玩手机。要朵儿吗？不说，这个看了衣服颜色有点像，是不是？不认识。
西西他们来了，还有干面，哦，拉面，那个是拉面，那个是后面的西西。啊，这馍才来啊！你走来一吃，感觉。没有啊，剪短了嘛。好久他们没有跳那个赤橙园洲那个。还是没起到了。先进去那边跳的这儿再说。就有个的手。
哎，马尾来了，去这儿和嘿嘿，在那。我来我的直播唱歌，这里来了个谁啊？我们部吗？哦，我们今天颜色又不一样哎，年也是黑色系为主，然后洗澡后面就没有不认识那个，他从旁边过去，因为那个又看脸了，我看那个衣服穿着有点应该是朵儿的，不是，后面确实是。他也支持一个。
这个估计哪个跳的好看一些。好，知道了，这一曲就跳错了。熬夜。下。他们回去。
给你我终究找谁呢？我的meu troye khatam se yori jahi yo mola sa jahi ko tola to zai ta yu khang chung ka wi cho rin ye yu zan yan yu de de sa so ke ya mo chung chung cha se ne ni to ji ngari ko so yo ne to而且三年走走，你见到个我走路的走走，我这一阵子都说差不多走，差一说我老三，差一不着了走。东京的一个送人难走，我今我走路是3年走，没见到个高中路难走哟。mo sa te te ya na la ba ta con son pe tum le lo yo ma ta zum mo con pe sho le lo yo o ben ta mian tin son pe tian jin de yo cha yi yo mo la sa cha yi bu zhu la to yo ta sha ju pe cha yi gu yo ben ju po bu cha yi yong gu yo cha na yi de cha yi别在一个走哟，别叫我莫在一个走哟，咱俩一别在一个走走，我养那小别在一个走走，这一说我能什么？在一个走了走，这一说我能什么？在一个走了走。哎呦，有点肿了，什么东西？全是还有10分钟啊，还有7、8分钟，8分钟。就是影响音质好，啊，没有的，年轻的群调，有时候就这么调，你不要客气，群调好的，金川国酒，今天的第几个没有？金川的第几个？第3个，第3次，3、4、6，先跳第6个，就第6个没拍过，3、4、6。有些第5个都不会跳，哦，送完了来了。你发给我，是不是他说的？啊？金川国中嘛，是吧？第几个？3、4、6吗？没有，3、4、6吗？7、8、9、1。一跳太多了，这球技有啥戏的？他走，我走，我马上走。那儿来谁来了？那儿在吼那个。在哪里升个下的个？哎，他们2个都在前面。我看了，这里还是2个。哎。
这宝宝，他不热，他这个底下有点湿了。跑不得，跑不得，他没吐舌头就说，老板坐了，老板坐到，坐到好，要刷一下吧啊，好了好，哎呦，你把那个小，过来过来过来，来，走了，没事吧？休息会儿。开一百哈，开一百之后嘛，我算了吧，啊，算了，可以的吧？过来吗？这个标题我有点好久。他不是，他还有早噻，他不热呢。这么大。哎呦，装啥子用？他要下来耍，他不得那个。第一个嘛，就不是不都有。第六个我没拍过，第六个。太多了，他。第六个我们没拍过，人场。他是第一个吗？是哪玩意儿？好热嘛，真的地下了。今天27度吧，26度。哎，现在21度，21度了，刚刚之前26度。但他们没得说。没电了啊！他晓得要跳舞了。哎，过来，花这边。花。他要换人的不？那边一个哥哥，他们家有个哥哥。老板，回来了，跳舞了哈。好了。好了，跳舞了。哎呀，跳舌头。
较麻烦。这个第5个他都不会跳，只有2、3个会跳。我得把一个最后啊，最后一曲啊，最后一曲啊。过来。对，出口酒很低。回家了。这个从这儿的啊，秋吉，你们2个，喂，秋吉，你们这儿照片，照片搁这儿，一样的。好扎西的，秋吉好扎西的。秋吉，看到哈，我去。有照片了。早开吃了吧，你们2个。有点没有水果，有水果，全部水果。走那个把那边那个线了哈。好。我们打开吃了。打开吃了。打开吃了。吃了。水果都是一样的。我扎西的。知道是吗？对。你看照片吗？这个是这水果都是一样的，它吃的是水果，种类都是一样的。啊，扎西。谁啊？来，这就换了。慢点。哎，让一下啊！让一下。那个。李书生。我还没哪个先去啊？这边还有。这儿说的很快，这个。把东西没拿吗？哎，这个。吃东西去了吧？是的，重新叫什么？哦，这是永琪啊！哦，我认出来了。
拍，快点拍！第三段准备，第二遍。不在上面吗？不在3楼吗？
把音响拿上去嘛，那个音响小，它那个声音大一些。人家在这里跳。来把那个你看那个酸麻鸡，是吧？这个的啊，看得出来啥东西？上面拥挤在上面。3楼。刚在里边啊，来喽！别这种这一下呀别这种这一下呀别随便做起来，别随便做起来。等着，家里们，好好走，搁这等过来等着啊。今天是春节吧？哎。这两只嘞，收不到吗？还这样，是这两个，这两个。配不到的。因为他那个配到了，是拍两个。啊，这个枪膛三兄弟锅庄。来，家人们，咱们的这样往上走。
吧？可以，那个分享。你镜头转一下，我就转一下。不要往那边不要走，往这边不要走，转过来，往这边走，然后右转。啊，往这边走。那我下来吧。又跑了是吧？这个有的地方取段是对的，有的地方不是对的。来，你们从来没有一起对，都是有的不可能一个人对。我会喝外气的，不好意思。我也会。对对，你对的地方他就错，他对的。旭哥，在这，你不能拍，不能。我的手机是这个，我应该就拍到了，不能放了也不能放。小米哥帮我拿下来。
过来。那么快呀！我操！不要说那个话，不文明，知道吧？其实我操！对吧？不要操！就自然说的话。哦。一个用英语代替也可以。等一下，对不起啊，为什么对不起啊？怎么说？没有，没事儿，英语条码都可以调。哎。应该是两边是大人，一边是两个小孩。我在那里啊，可以，都可以看一下。往面推个，往面推就有点挤，这边有点挤而已。不用你的音响了吗？啊，不用，啊，关了。